可能会等比较久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方便一点，对啊，就可以疏散一些人流这样子。我们地震局这种一个先进的做法，我们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支持。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各地震事务所来取得说他的要的资料，那对我们的交易纠纷会大大的降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地震局多年来持续推动智慧化服务，像是线上申办进度查询、地价查询、实价登录申报结果查询等等，便利的线上服务都获得市民好评。近日，台南市11个地震事务所全面启用誊本贩卖机，大大节省人工作业申请的时间，而且扩大服务内容，还可以补发税单。希望市民都能感受到全新优质的洽公体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地震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政府地震局这一次推行智慧地震誊本贩卖机加盟税务的服务，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民众在买卖房地产、买卖土地之前，都需要先申请土地誊本。那么从108年我们土地誊本的核发量56万张，109年呢又成长到88万张，所以在短短的1年之内誊本的核发量就成长了32万张。那这个民众的需求很大，那么民众如果亲自到我们地震事务所的柜台来申请的话，大概要等7到8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如果透过我们这个誊本贩卖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领到誊本。这个对民众来讲可以说是节省时间，而且又相当的方便。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呢，我们跟财政税务局税务加盟的服务，让民众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台誊本贩卖机上面，也可以补印这个房屋税的税单、牌照税的税单、地价税的税单。所以对于民众来讲，2个局的加盟服务会让民众的服务更加的方便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的成效，并且降低危险物品造成危害，台南市环保局10月1号开始，将要禁止一般粪扫使用无透明粪扫袋啊。上午伫个议会定期会，被议员批评根本宣导无够。甚至有议员认为，要提升资源回收的成效，应该有其他作为，而毋是靠大部分的百姓来处罚。原本3月公告，7月要实行的禁止民众当粪扫未能用无透明的粪扫袋啊，若无就要开发的政策，也经过民众甲民意代表的反映，虽然环保局延到10月1号才实行，不过上午伫个议会定期会。环保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当中，是有侪位议员有意见。一寡议员认为宣导根本就无够，甚至有议员认为要提升资源回收，阁有其他的办法，无应该靠全部的市民来开刀。一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要多方去先导啊。你这个针对这个透明垃圾袋使用，你先导。总共办了几场？我跟议员报告，这对外正式的大型的部分有3场，那至于个别的宣导的部分呢，持续在进行当中。对，你现在不是只办了安南区1场吗？每天每个人家中，包括事业会去等等，都是会有制造垃圾出来的。我后面会你今天是不是要到地方上去开说明会了？你不要拿市民做你罚款的对象。我跟议员报告一下。我跟你说，很多政策经过咱的讨论，恁会当个有较侪的方向、较侪的方向。在你们那个资源回收的那个资源回收车，你买当加强我们的那个破袋的力道啊！你好，咱的市民知影讲，恁即马若无分类好势，你们就是重新回去再重新那个分类嘛。这是不是做好？为什么恁这动作唔卖迄个加紧做这些力道做出来
反而是加诸在市民的身上。我不是强调黑色白色的问题，是只要能够看得到内容物，可以辨识里面，比如说里面有夹杂的这个回收物啦，或者夹杂其他不应该放的这些事业废弃物，只要能够辨识出来就可以。因为我想请问局长哈，你像这个判断透明不透明，说是半透明，是由稽查人员随车抽查，还是由随车人员直接来执行？其实我们在丢垃圾的时候，这个民众也好，或是我们的队员也好，其实同时会看到这一包垃圾，没错。那基本上就可以辨识得出来。假设有疑虑的话，假设我今天丢垃圾的人觉得我没有违规啊，我该分类的分类了。那就算你要稽查，我也不怕你稽查。同样的，我们队也不会去找民众的麻烦说，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不会刻意去刁难他。我想主要是能够把这个分类能够去落实，那不要夹杂这些不应该带进来的，包括危险物品。尽管环保局长谢世杰回应，受影响的民众只是小部分，大部分的民众目前使用的粪扫袋啊，拢无受影响。只要粪扫袋啊，会用看到内面无分什么款的色，拢会当使用，嘛毋是禁止污色。伫放倒期间，嘛会教导民众来做好粪扫的分类，目的是要提升资源回收，毋是要来开罚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结合三重区农会举办跨区关北美和北区正甲里的长辈，并且伫活动当中预祝社区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佮做伙切大型的古早味鸡卵糕来庆祝。第三重区农会妈妈咪呀舞团健康有活力的舞蹈表演当中，正式来为这场跨区关怀活动揭开序幕。也拄好，这礼拜就是母亲节，立委陈廷辉、市议员陈义丁特别结合三重区农会联合做爱心，捐出100包白米给社区长辈以及弱势家庭，希望在这个温馨的时节，会当为社会带来寡济温暖。谢谢我们山上区农会的推广部的主任特别准备了这个白米跟火鹤花送爱到我们的正觉里正觉社区。那也希望说能够祝福我们所有正觉里正觉社区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也感受到呢山上区农会的温暖。那也期待说呢，藉由这样的活动呢，可以继续把爱一直传递下去。以正议员搭起这一条线，让我们山上区农会可以跟我们正觉社区来做交流。这个交流真的很有意义因为从过去咱管区合并了，其实咱拢感觉讲彼此之间即使合并之后还是有一条线，但是现在透过这样不断的交流，慢慢把我们过去感觉足远的所在，其实都是遐尔近，咱彼此的感情就是遐尔近。正甲社区发展协会以及正甲里办公室也会尽感谢状，感谢三重区农会的温暖关怀。天会还有咱陈议员医生感谢伊甲这个农会把这个爱心会当送到阮正甲社区顺便来庆祝这个母亲节，伟大的母亲我伫这代表阮正甲里全部里面来甲因感恩这个心伊甲这个温暖送到阮社区非常的欢喜，就是讲祝迄个伟大的母亲节快乐！山上区农会有这个机会来到正觉社区，然后我们今天也用行动募得的100包的白米，也把它分送到正觉社区，让他感受到这一个温暖。我希望说这一个行动能够遍及每一个地方，让后续我们也有持续这样子可以做这样子这么好的交流。除了白米捐赠，农会也特别去定制一个超大型的古早味鸡卵糕。做伙唱生日歌，为所有的社区妈妈庆祝母亲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南区区公所庆祝母亲节，特别举办模范母亲表扬典礼，同时邀请市立时尚美学管理协会、甲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的师生，帮南区19位模范母亲综合水水上台领奖。在大型幼稚园高水又搁有活力的舞蹈表演当中，
正是为南区模范母亲表扬活动揭开序幕。今年的表扬活动总共有19位妈妈得到推荐，入选模范母亲。区公所5月1日举办盛大的表扬典礼，邀请市长黄伟哲、议员蔡淑惠、吕维颖、周丽晶、民进党南区主任朱家峰。以及真侪里长、贵宾共同出席盛会。幸福的定格画面，希望呢留给大家最美好的回忆。妈妈的这个伟大，大家对妈妈的孝心一点都不嫌多，一点都不嫌多。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那再一次彰显母亲的伟大，也要祝福普天下的妈妈都能健康、平安、快乐。今年我们南区模范母亲表扬一共有19队哈，那这19队都是由我们里社区推荐出来的，各有各的一个特色哈，那都对整个家庭的付出非常的辛苦。那我们想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这样子温馨的5月天，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母亲。为了让这的妈妈会当水水上台领奖。公所特别邀请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景星新机、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来为模范母亲化妆。有的妈妈几10档唔捌化妆，看到家己变了遐尔水，拢非常的欢喜。我唔捌你增加的，我唔捌你抹呢啊。较自然啦，你看较水啦，你家己唔敢学个。我们静心生计跟慈利协会，还有华德公家的学生，来帮我们这些模范母亲，今天这么辛苦的一个这么荣盛的一个节日哈，那我们帮她化妆，然后帮她护肤，让她今天比以往的更漂亮哈。带着我们学生哈一起来这边帮我们伟大的母亲来做服务哈，那我们把学校学的成果呢带着走哈，那也到社区，那来让妈妈体验一下。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学生对着会当运用伫学校所学的技术，帮助到社会，拢感觉非常有意义。我所学现在的东西可以让这些可爱的阿嬷变得更漂亮、更美丽。有没有很有成就感？有，很有成就感。出来服务别人也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对，所以觉得自己开心，人家也开心，所以就是对两方都有利。对，所以也很谢谢老师教我这些仪器。区长肖秀华表示，妈妈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一生中上重要的人之一。感谢因默默为家庭、子女以及社会尽心付出，也祝贺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文生从业人员职业工会举办第1场机械技术讲座，除了邀请科技公司分享车厘的机械原理以外，佮请来多位知名的车厘歌手现身讲法，佮业界分享从事车厘工作的心得。台南市文生从业人员职业工会主办的文机起舞文生机械技术讲座，5月2号伫台南市文创产业园区登场。活动吸引全国各地100多位文生从业人员报名参加。课程邀请戴思科技公司研发经理白子阳以及工业研究院工程师吴宗勋来分享机械原理，希望让参加课程的文生师对着手中刺青机的机械特性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是透过我们的陈国斌理事长所跟我们公司一起协办这个活动，那希望能透过这一次活动，能让这些就是我们的刺青的一个纹身的师傅能够更了解我们的一个刺青机的一个原理，那透过原理能够让他知道说，他今天怎样去做一个调整，能让这一个刺青的部分甚至纹身的部分能够做更好的一个发挥。伫下半场的活动，主办单位也邀请多位业界知名刺青师来做经验分享，和这条讲座除了有学术理论以外，更加了实务操作的证明。每一台机器它所设定的走程，可能1秒走2下，有的是1秒。今天特别办理全国这个纹身机械讲座方面的一个活动举办，是因为台湾自始至久，在90%我们一直是仰赖国外进口产品方面。那在于我们的业者方面，在于这方面是对于机械的产品里面的机构以及专业性质是非常的不了解，就比较缺乏。那我们工会在这里承办，就是最主要是能够精进我们业内朋友，在于自己在使用上的机械或者是物理电子产品上面，来做一个增加他们精进的一个尝试，以及那个观念上的一个课程教育这样子。
主办单位台南市民生专业人员职业工会用心规划讲座活动，希望会当带动业界整体技术提升，让大家看到台湾民生艺术的成长。文基球，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休困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迎接母亲节，百货公司首次甲嘉义新港乡农会合作，举办乌牛马乌豆产品推广活动。民众伫5月11号进前，前往5楼 VIP 贵宾厅，拢会当品尝到新港乡农会优质农特产，要互贵宾妈妈食出美丽甲健康。行政院农粮署辅导国内乌豆生产重点农会嘉义县新港乡农会。5月1日，伫台南大湾坝5楼举办乌牛马乌豆产品推广活动，除了有新鲜乌豆泥、乌豆米芳以及芳酥乌豆，招待现场 VIP 的客户品尝国产乌豆的优质美味。因为我们习惯喝无糖的，所以我们都就是，但有那个家人要喝甜的啦，所以我们就是无糖跟有糖的，就干嘛？口感感觉怎么样？还不错，还蛮香浓的，很顺口，对，喝起来很好喝。新港农会甲在地农民客造生产的乌豆，不但品质优良，而且拢有通过产销履历，健康安全有保障。就连农粮署南区分署长罗振中也特别出名推荐。它的黑豆在台湾是相当有名的，不管是说在它的那个生产的过程哈，或者是说它后面的这些加工，对这个产品的风味都能够保存。对消费者来讲，一直都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口碑。我们农会也有打造了1300万的一个那个冷藏桶的那个部分哈，在温度差不多7度左右来冷藏我们的黑豆，让它保持它的新鲜的状态。我们在5月11号之前在我们 VIP 室，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旗舰的限量的饮品包含了黑良妈的一个黑豆茶。以及凤酒甜蜜蜜的一个凤梨醋给我们的贵宾来选用。那贵宾如果饮用了非常满意，我们现场也有销售，也欢迎参观选购。农粮署南区分署今年辅导新港农会积极甲知名百货饭店集团、茶饮连锁、食品大厂合作，要将新港农会出产的优质乌豆产品推广给寡济国人。民众为即马开始到5月11进前。才前往台南大湾坝5楼贵宾厅，就当品尝到新鲜好食又够健康的乌豆相关产品。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嘉义市大北门地区的门户，嘛是盐分地带文学的发源地。今年来，市府已经投入2亿7000多万来治水甲改善道路。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当地来设水花，向乡亲来报告区政的成果。嘉义公所上午选伫市府开1000万，所打造总长1572公尺的蓝色水花，来向市长报告区政成果。同时，市长嘛已向在地议员甲乡亲说明，这几冬来市府对水路治理、到老旧校舍中建等改善，总共128件工程，已经投入2亿7000万来建设。市长强调，过去的庄脚嘛要像市区同款好行。这担任市长以后吼，这农路尤其溪北农路、水路，咱是特别重视。所以第一年的预算，毋是我编的，是第一年预算是进前的市长编的。所以咱甲执行煞，到2020的时阵，到去年第2年的时阵，咱就加1亿的预算吼。到今年的时阵，咱阁加1亿的预算。所以咧，这部分的农水路，咱希望阁今年底要审预算的时阵。咱阁甲增加，互咱的百姓较好行，莫讲干那入咧市内吼路大条，阁平，转来甲咱故乡遮拢路就较歹，我想这爱做一个改善，所以真欢喜拄则讲区长甲恁介绍，甲恁简报的时阵，这个农水路的部分，咱有特别注重，
当然，除了路边转等道路建设，包括北门地区文化馆、嘉义第2联合活动中心等需求，市府表示，拢将争取经费来兴建。会后市长嘛亲自率领10几位环保职工来扫街，要互市民大家里就亲像住厝内同款的舒适安心。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台南市为了宣传运动比赛，嘛为选手加油，教育局伫今年初特别精选符合在地文化特色的运动吉祥物，最后决选3件作品，将于5月10号开始，后民众进行网络票选，欢迎大家踊跃投票，更有机会抽到好礼。不管是台南代表性之一的乌面腊杯，或是由安平的剑赛所想出来的火神赛，以及台南市市角连角角以安南号名，这3项作品拢有机会成为台南市运动的吉祥物，也是教育局对48件精选作品选出来，最后阶段将开放民众网络投票，票选出上高票的作品来担任运动代言人。台南市在黑面琵鹭来讲，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候鸟的一个象征啊，所以我们特别有在我们的专家学者在评选中，第1只是我们的黑皮小雉，那第2只的部分是象征着我们安平剑师的精神的我们的火神狮，那这个也是展现出我们在地的特色跟元素哦，大家可以看他穿的衣服跟他所要展现的特性哦，有火焰的一个特质哈。那第3个是我们的市鸟，大家都知道我们市鸟是水雉，所以我们也有用水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来设计这样子的吉祥物。教育表示，为了避免有灌票无公平的情形，到时每一人限制只投1票，对5月10号开始到6月10号暗时12点截止。而且为了鼓励更较侪人来参加，每一位参与投票民众拢有机会抽精美小礼物。自被选的吉祥物，前3名设计师分别有5万、1万、甲5000的奖励。来，1、2、3，选我，选我！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40分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5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